闽南语连续剧大下厝。后啊，哦，你是要甲我惊死哦啦！你一个目睭咧紧哦，那伊也甲我紧啊！大家，你原来甘愿精神啊？啊，借问的，你有较清醒无哈？你讲我啉酒醉，我就知，暂个代志拢袂记哩啊吼。啊是安怎是？啊，就算唔知影，哎呀，莫讲，就本人交代的代志吼，我办好就好啦。那，啉落啦，啊，这碗是啥？文英替你滚的啦，讲要互你退酒的啦，太少啉啦。本人滚的。煞唔知，啊无我敢会晓滚？啊，文英啊，那我甲你盘过来。伊敢敢过来？伊谁人唔敢来？你敢知影？暂个文英为着你的代志，一条性命还嘛休气，你知？后啊，到底是发生啥物代志啦？啊对。你十七啊，你是袂出啥物物件哈？姑娘，姑娘，啊，你哪要走啦？头家啊，你带我来这创啥？啊，就昨看你受到这样一个委屈，我是讲吼，要请物件送你啊，甲你道歉啊。头家啊，唔免啦，真是唔免啦。不要紧啊，你就免客气，不管开偌济钱吼，你去拣一项啊，我送你啊。头家，我真是啥物拢无爱，咱来转啊。我看你啦，啊，你淡仔等我来拣，袂使走哦，吼。头家，叶十七啊，你这有啥物物件上好上贵的吼，摕出来我看。无啊，我甲你咧讲话，你是无听的哦。莫动我物件啦！啊，你哪会这歹哈？我跟你讲啦，你这个物件吼，我天我拢甲你买开。头家啊，
真歹势。那你的钱哦，我袂瘾趁啊。你无爱趁？诶，咱爸爸是生理人，我考劝你一句话，你若要安尼吼，你早晚你会枵死。要死哦，嘛袂趁你的钱啊。先生，啊，我是对吼去得失着你啊，你对我讲话乃这无客气。头家啊，我介意这物件。你介这？你老弟，我这啊，头家，你一个会不要紧啊。这应该有够。有够有够，起来等啊。你有介意？介，行来等啊。稍等下啦，我老实甲你讲，这是我头一届买物件送查某囡仔，伊遮尔啊欢喜的啦。无亲像讲吼，我若买物件送淑珍啊，伊毋是甲我嫌东无就嫌西啦。文玲啊，你真正有介意吼？有介意？头家行来等。稍等下。哎呦，头家啊，你有啥物代志啦？有啦，咱安尼倒转去，万一吼，去互人看到，一定会造成一寡谣言，互人讲闲话啊。到时阵吼，若去互淑珍仔知影，安尼到时阵你又搁爱受委屈啦。是啊。我先等下。安尼，你较细记的吼。好，我知影。魏小姐，你稍等一下啦。你是要创啥啦？你免惊啦，我毋是歹人啦。我吼是有件代志想要甲你拜托一下啦。要拜托我？什么代志啊？其实哦，我知影你人真善良啦，嘛真好啦。啊，若无，迄天你伫庙仔就要替我甲彩云安好啊。哎呦，你莫搁提起刚的代志啊啦！恁的代志吼，我拢唔知影。文小姐，是啦。文小姐，其实我是想要知影，彩云伫恁当家到底是过得好唔好？伊过得好唔好，跟我有啥物关系啊？你别按家去问伊哦。我若会去问伊哦，我就免当遮拜托你啊啦。就算讲你知影过了无好，你又搁会当安怎？我拄则若毋是为着彩云啊，早就对恁头家无客气啊！唔通啦，阮头家哦对阮二头家娘足好诶，伊伫咧当家唔免烦恼食穿，哪有可能过得无好咧？无可能的啦，彩云伫恁当家一定过得。最先人讲啥物？二头家娘，伊叫我把这物件交互你哦，你就活落去勇气啊！其他我拢唔知影。
哟，你当是咩哈？阿好兄，还我啦！我啦，阿好兄，拜托的啦，还我啦！这头毛仔唔是啥物宝贝，你就遐紧张啦。拜托的啦，你还我啦！喂，你若唔甲我讲吼，我就不爱还你。好啦，迄是头家送我的礼物啦。啊？头家送你的？嗯，敢有影？我骗你要创啥啦？迄是头家为着咱妹烧酒醉的代志向我回失的啦。哦，原来是安尼哦。是讲哦，头家嘛想无生意。是安怎无生意？这头毛仔才值偌济钱？你甲想看卖咧？昨暝你为着伊烧酒醉的代志，咱互拍到半小时，去才送你这也无值钱啊啦。搁再讲哦，我拢拍10外个呢，我嘛爱。阿好兄，你莫遐尔啊计较啦。这吼是一个人的心意上重要啊，有价值无价值无关系啦。文玲啊，唉，啥物都无关系，这嘛爱看啥物人送的。头家这好嘢，送较济，当算。切，好啦，你细细念一个念啥？阿爸，你甲看，头家吼为着咱们烧酒醉的代志吼，送这要甲文玲回去的啦。这才值偌济钱尔，安尼毋是伤当算？对。你若唔讲头家当算啦？同样就对啊，头家当算啊。别讲头家当算，无道无事，唔通袂记你的身份，走！你的身份，同样当算就对啊。这值偌济钱？看镜是咱中，看镜咱朋友。陈建昌，你紧的互我当家，我连一个查某囡仔都不如。周文义，绝对袂互你有这个机会手走建昌，绝对袂互你有这个机会。安伯啊！头家娘，老早我来甲你创一个早点哩吼。小等者，唔免啦。安伯啊，你伫咱当家足侪年啊吼。捌一个年有40几年啊。安伯啊，你为咱当家吼嘛足辛苦的哦。哎，讲什么辛苦咧？老头家哦，在世时对我是稳重如山，我对当家当然嘛爱尽心尽力啊。是啊，其实吼，咱大家就亲像一家伙仔共款。迄是头家娘，你唔甘嫌啦。唉，想起来吼，你嘛足辛苦的呢。安嫂啊，伊足早就过身啊。你一个人吼，搁爱做老爸，搁爱做老母，足无简单的，才甲阿花饲大汉。代志都拄着啊。好佳哉哦，老夫人是足照顾阮爸仔囝的，福啊已经大汉啊，就是讲这个个性吼，敢若像囡仔咧袂定性啊。唉，安尼哦，快紧甲伊娶某啊，安尼就定性的啊嘛。你敢有甲好好提过亲啊？提亲咯，哎呦，头家娘啊，甲好啊，甲即阵连一个对象都无，是免哪甲提亲啦？安伯啊，敢讲你无想要早一天抱孙哦？哦，我是急要抱孙啊！头家娘，你也讲遐真对，我应该吼，甲好啊找个对象吼，爱提亲啦。阿爸，唔免，我的代志免你操烦，你唔免乌白甲找对象，我唔。哎呦，你这个狗囡仔，男大当婚啊，对无？这句话你敢毋捌听过啊？这我知影啦，我也无讲无爱娶啦。也毋过哦，这个世界上除了一个人以外哦，我别人拢无爱娶。是啥物？啊对。文英啊，我跟你讲，
文英是要伺候老夫人啊，我不准你孝顺伊啦。阿爸，啊你实在阿当嘛控股你呢？我讲互你听，你即嘛住咧单价点，我嘛住咧单价。啊文英若嫁互我，伊嘛同款住咧单价。啊头家嘛也袂离开单价，所以咱规家口拢住做伙。啊文英共款嘛会当伺候单价对无？你甲我踢起来！啊，惠弟吼，我不准你孝顺文英了。无啦，阿爸。安伯啊，其实吼，我感觉阿华甲文英足适配啊，啊你为什么要甲伊做动啊？阿爸，头家娘，啊你有哪安尼想了？安尼咱讲讲啊。头家娘啊，阮老夫人迄边。安伯啊，你放心啦，文英会当嫁着好翁哦，我相信阮阿母哦一定袂反对的啦。嘿呀，阿爸，你有听到无？头囡仔，你是够好运的，有头家唔甲你斗相共，嘛不紧啊，随地多谢咧。头家娘，多谢，多谢。建昌啊，食早顿啊。啊，早顿那是你送过来。是谁送来，毋是拢共款，紧食。啊，对啦，建昌，你早顿食了吼，我有代志要甲你，还有阿母参详一下，哈。你找我是有啥物代志啥？阿母是安尼啦，我想要替文英做亲情，嫁予阿福啊。无情